晴，我是你妈妈，还认识妈妈吗？快叫声妈妈！妈妈。我的妈！这娃儿已经是我们吕家的了，你说你……她已经不是你妈，我才是你妈！你放开手，快走，快走！冬晴，哎呀，彩霞，你为啥当时把娃儿给我们？你也是不愿意让娃儿生活在土匪屋里吗？你难道愿意让孩子有个当土匪的妈？达理，你妈来了，嫂子，我求求你，让我抱抱娃好吗？我只抱一下。那好，你得答应我，抱一下赶紧走，以后不许再见面了。好，娃，哎呀，我说好了，把娃给我吧，哎呀，快给我吧。阿姨啊，昨晚睡得好吗？睡得挺好的。哎，啥时候有空，到我那儿去。好，我一定到黑龙潭去找你。带着你的表妹啊一块儿去。好，阿姨给你杀猪宰羊，保证你们俩过得跟神仙一样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帮了阿姨这么大的忙，阿姨还不知道你叫啥呢？啊，我姓秦，我叫秦源。秦源？嗯，嘿，这名字不错。阿姨，那幅画已经送出去了吧？你咋知道？你没有带在身上。咱们黑龙潭见，我走了。啊，哎，阿姨啊，我送你出城吧。哎呀，阿姨是谁呀？黑龙潭的大掌柜的，我还要你护送啊？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好，哎，行了，今儿这顿酒喝得不错啊！回去吧，改天我再请客。队长，你看，瞧瞧这怂样，吹着自己能喝酒。弟兄们，刚才转过去的那个就是黑龙潭的土匪头子，他是女扮男装，老子一眼就认出他了。他身上肯定有枪，今天一定要活捉他。你就算是化成灰，老子也认识你。哼，年轻人，我是土匪，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把枪放下！那就是要我的头。放下！老娘又不是吃素的，还年轻了点。弟兄们，上去缴他的枪！想死的就上来！上！金宵，我的枪法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想动怒，叫你的人都给我站在那儿。老娘不想杀人，你们都有妻儿老小，老娘这条命，拼一个够本儿，拼两个赚一个，三个那就赚的更多了。老娘这两梭子还不知道要赚多少呢。掌柜的，不要伤了我的弟兄。我想跟你单独说几句话。有话就说。我很佩服你的胆量。做土匪的，没有胆量还活着干啥？其实警察也不想抓你，可是我们警察吃的就是警察这碗饭。我也不想伤害你，可是我吃的是土匪这碗饭。你看，那咱们就是冤家路窄了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：
那天晚上跟踪想杀我的，是不是你？是我又咋样？你为啥想杀我？我那天晚上放了你一条命，就算饶了你。今天你把我放了，从此咱俩井水不犯河水。掌柜的，你想让我今天放了你？掌柜的，你来看看，这边是我带来的弟兄们，那边就是警察局了。队长！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把枪放下，要不老娘就一枪毙了他！别开枪！掌柜的，别开枪！掌柜的，我家里还有父母。谁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别开枪，有啥事好商量。我的儿，我的儿，你就是我的儿，把枪都放下！儿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儿，我就是你妈，我真的是你妈。那天多亏是个臭蛋，要不我就亲手杀了我的亲生儿子。儿啊，你咋到西安来了？我找了你20多年，儿啊，我就是你亲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儿啊，儿啊，别动！儿，我带走是你亲妈，走！儿啊，我是你亲妈。队长，走枪！我真的是你亲妈！你在胡说啥呢？带走！胡说什么？快走！少废话让我！说，我真是你亲妈！我你再真是敢胡说，老子把你舌头割了！走！少废话！我真是你亲妈！听见没有我真是快走你亲妈！人疯了，带走带走！你让我说呀！你不能带我走啊！快走！儿啊，我真的是你亲妈呀！儿啊！小伙子不错啊，够机灵，我没看走眼啊，没想到亲自抓了土匪头，可喜可贺。这都是因为局长指挥有方。哎，哪里，这都是兄弟们冲锋在前的结果。当然，话说回来了，没有我这个指挥，也不行哦。啊，是，保一方平安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说到这个土匪，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收拾他们的啊！我现在最关心的是，那幅画到底是不是这个田彩霞抢的？如果真是他抢的，咱就烧高香了啊！哎呀，不过土匪是不会轻易招供的。局长，请放心，我会见机审讯他。尽快吧啊！记住了啊，对土匪不能心慈手软。是。